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查找智慧，我係 Kathy。今日我哋好開心可以請到 Dr. Charles 同我哋一齊傾下偈。其實平時我哋講起運動，好自然就會諗起減肥、練肌肉，或者係為咗體檢報告靚啲。但係運動同我哋內在嘅連結，係咪可以再深層次啲呢？ Dr. Charles， 你覺得運動究竟係為咗乜嘢呢？Kathy， 你呢個問題問得好溫柔，亦都好核心。係啊，好多人將運動睇成係一種任務或者還債，即係尋日食多咗，今日就要跑翻舊數。但係如果我哋換個角度去睇，運動其實係一種同自己身體對話嘅過程。喺 BBC 嘅一份健康專欄入邊曾經提過，運動唔單止係 physical health， 佢更加係 mental hygiene， 即係心理衛生。我成日覺得運動係一種 celebration， 係慶祝緊我哋身體仲可以喐動，而唔係罰緊我哋食得太多。當你跑步嘅時候，你感受到風吹過塊面，感受到心跳嗰種節奏感，嗰種我仲生存緊嘅真實感，係任何藥物都俾唔到嘅。所以我成日同學生講，唔好將運動睇成係一個負擔，要將佢睇成係一種 self care， 係每日俾自己嘅一段神聖時間，去排解壓力，去重新揾翻嗰個充滿能量嘅自己。當你個心態轉咗，由一定要做變做我可以做，成件事嘅質素就會完全唔同晒。你會發現你唔係為咗健康而勉強運動，而係因為運動令你感受到生命嘅韌性。健康呢，只係隨之而嚟嘅副產品。真係喎。聽你咁講，我覺得好有啟發，因為我自己有時都會覺得，如果嗰日好緊，仲要去 gym room， 簡直係一種折磨。但我發覺，當我真係去咗，哪怕只係行下步，嗰種流汗嘅感覺，真係會令到個人冇咁鬱悶。即係好似你所講，係一種情緒嘅流動。冇錯啊 Kathy， 你呢種鬱悶感消失嘅感覺，其實背後係有科學根據㗎。明報嘅健康版之前都有引述過一啲腦科學研究話，運動嗰陣大腦會分泌 endorphin、內啡肽同 dopamine 多巴胺呢啲嘢，我哋叫佢做快樂分子。但除咗化學反應，我更想強調嘅係一種心流狀態，即係 flow。當你專注喺呼吸、專注喺腳步嗰陣，你平時嗰啲煩惱、焦慮好似會暫時熄咗機咁。好多人話運動係為咗健康，但其實好多時係為咗清醒。喺而家呢個充滿資訊碎片嘅年代，我哋嘅腦袋好乾，而運動係一種好少有嘅 moment， 令你可以斷開同外界嘅連結 ，reconnect 翻自己。我見過好多病人或者朋友，佢哋開始運動之後，外表嘅變化只係其次。最明顯係佢哋眼神嗰種自信，同埋對生活嗰種掌控感。佢哋會覺得，既然我今日可以跑多1公里，咁生活上其他困難，我應該都可以克服到呢種心理上嘅強韌度，先至係運動送俾我哋最珍貴嘅禮物。所以我建議大家揾一種你真心中意嘅運動，唔一定要係最激烈嘅，只要係令你覺得同自己連結到嘅，就已經好足夠啦。係啊，呢種掌控感真係好緊要。有時我覺得生活上有好多嘢都係我哋控制唔到嘅，但係唯獨係我自己對腳要行幾遠，或者我今日要做幾多組動作，係我可以決定嘅。不過 Dr. Charles 對於一啲真係好唔中意做運動，或者覺得自己體能好差嘅朋友，佢哋應該點樣踏出第一步呢？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嘅問題。好多時我哋嘅阻力來自於我哋對運動嘅完美想像。我哋以為一定要去健身室着晒全套 gear 先叫運動，其實哪怕係提早1個站落車行翻屋企，或者係喺 office 伸個懶腰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嘅開始。我好中意一個概念叫微運動，你可以試下問自己，我有冇5分鐘？就只係5分鐘。喺呢5分鐘入邊，我係咪可以專心地感受下自己嘅呼吸？其實運動係需要體諒自己嘅，而唔係強迫自己。如果你今日真係好惰，你可以揀做一啲溫柔啲嘅運動，例如 yoga 或者行下山。明報有一篇專訪咧，都講過維持規律比追求強度更加重要。你要明白，你唔係要同奧運選手比賽，你只係想今日嘅自己比尋日舒服少少。當你慢慢體會到運動帶嚟嗰種精神上嘅爽快感，你自然就會想繼續。唔好將目標定得太高，唔好一開始就話要跑半馬。試下由一個15分鐘嘅 walk 開始，記住每一小步都係對你自己生命嘅一份溫柔同尊重。你唔係為咗要達成某個標準而運動，你係因為愛惜呢個陪伴咗你咁多年嘅身體，而想佢運作得順暢啲。因為愛惜身體而運動，呢句說話真係好觸動到我。好多時我哋太習慣用鞭策嘅方式去對待自己，反而唔記得咗溫柔。Dr. Charles，你會唔會覺得其實運動都可以係一種社交，或者係一種愛嘅表達？
絕對係啊 Kathy 運動其實可以好有溫度。你諗下，同朋友一齊去行山嗰種喺大自然入面嘅交流，同喺餐廳食飯係完全兩回事。大家一齊流汗，一齊面對上坡嘅辛苦，再一齊睇到山頂嘅風景，嗰種 bonding 連結係好深厚嘅。又或者好多父母帶小朋友去公園玩踢波，呢啲喐動其實係一種陪伴。BBC 有過一個紀錄片研究一啲長壽社區 Blue Zones， 發現佢哋嘅共通點唔係去 gym room， 而係佢哋嘅生活入面充滿咗自然嘅活動，而且通常都係同社群一齊進行嘅。當運動加入咗愛同陪伴嘅元素，佢就唔再係一項孤獨嘅任務。所以我好鼓勵大家揾一個 buddy， 或者參加一啲興趣小組。當你覺得唔想喐嘅時候，身邊人嘅鼓勵或者係大家一齊向住同一個目標前進嗰種氣氛，會成為你嘅動力。運動令我哋更強壯，而人與人之間嘅連結令我哋更完整。所以下次不如約朋友唔係去飲茶，而係去散步。你會發覺大家傾偈嘅話題同深度都會因為身體嘅喐動而變得唔同咗。真係好正啊！今日聽完 Dr. Charles 嘅分享，我覺得運動呢件事突然間變得好有溫度，唔再係嗰啲枯燥嘅數字或者標籤。最後唔知 Dr. Charles 可唔可以俾2到3個反思問題，等我哋嘅聽眾喺完咗呢集之後可以好好諗下呢？好啊，我有3個小問題想送俾大家。第一，如果你嘅運動唔係為咗體重機上面嘅數字，你希望運動可以帶俾你乜嘢感覺？第二，如果你個身體識講嘢，佢而家最想你帶佢做啲乜嘢喐動？第三，你可唔可以諗到一個最微小但係令你覺得舒服嘅運動習慣呢？聽日就開始試下，希望呢幾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重新定義運動㗎。Kathy 今日同你傾偈好舒服，多謝你。多謝 Dr. Charles 嘅溫暖分享，希望大家都揾到屬於自己嘅運動節奏。我哋下集查找智慧再見，拜拜。